嗱，剛才呢首歌好聽，除咗係兩位演唱者佢哋嘅唱功了得之外咧，音樂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喺呢個機會咧，就想介紹咧今日堂堂陣容嘅星海黃石大樂隊嘅音樂炮火名家俾各位認識嚇。咁首先從音樂組嗰度介紹先。咁喺後排嘅咧有負責吹口嘅余鴻健師傅。提琴嘅許偉東師傅，中胡嘅邵東師傅，色士風杜國平師傅，玩電丸嘅卜利全師傅，中阮鄧漢傑師傅，前排我右手邊嘅電子琴黎大江師傅。好啦，我哋嘅美女師傅組合啦嚇，負責琵琶嘅郭雪影師傅，亦都係彈琵琶嘅歐美廉師傅，古箏黃燕師傅，我哋嘅音樂領導頭架林日章師傅，我哋嘅藝術總監負責揚琴嘅黃麟石師傅。擊樂方面有宋耀基師傅、譚鴻芬師傅，擊樂領導掌板阮國璇師傅。好多謝咁多位音樂名家落力拍和